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今仔日伫咧青年国家安全论坛展示的时，伊表示会继续来深化台美关系，延续和平。另外，中国即届伫咧5日抗以后，无对咱台湾发动军演，不过用是军事的网络平台所小连续发布真侪中国军队训练的影片。有学者就分析讲，这是伫咧利用领地作战对台湾来发出警告。 台美关系稳健发展，美国在地协会处长郭立坚临时出席青年国家安全论坛，致辞强调台湾是区域会使学习的典范，要深化美台伙伴的关系，互和平延续的一个45年。这些努力都将确保我们过去45年所守护的和平，能够在延续下一个45年。 今日中国做了造成台湾连续9年无得参加世界卫生大会，总统赖清德临时接见返来台湾的世卫行动团，肯定行动团徛伫第一线为台湾争取医疗人权。卫生部长邱泰源讲，即摆支持台湾的力量更加比以往较大，有27个友邦为台湾讲话。我们今年没有办法加入，但是我们不因此而放弃了，没有因为预算被删而放弃也没有因为美国没有加入。 我们也同样离开，在万国公前面有一个三角屿公园，它就是少了一只三角，少了一只脚，那只有台湾加进去，才能够让整个世界的医疗防疫网得以完成。中共若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，也继续伫台海有军事动作。国防部临时发布，查到中共23架军机甲船舰侵扰台湾，用是军事微博。 更加连续有做强军训练影片，像是中共航南山东号进行战机起降、歼15战机演练、看迷飞行训练，也有强大模拟海上作战，挑战意味是真高。在我航行海区有敌舰机活动，命令我船立即做好防御准备。学者观察，中军伫5日抗了后，无对台发动军演，而是利用领地作战对台湾实施警告信号，中军的威胁规工拢无中断。 象征说，解放军陆海空各军种都有一些准备对台的一些军事行为，可是他并没有说这个军事行为是在之前还是在任何哪一个地点，他利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出来。 国军反制中军的威胁，向美国采买海马斯导弹火箭，有价下半年成军，配合 ATACMS 战术飞弹，打击距离延伸到300公里，对本岛会使打击中国福建省东部，提升国军的作战范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